不知道，我去对我说。要不要我去读？啊？那要我去读干嘛？就后边那包都行。谁家都是你，都把你刀。这领导，星期一把你刀搞你们了，有电话去来掉，我星期一把你刀了，哇，入邊都定嗰啲袋有鬼咧。哟，叶龙，你都谁？我操！哟。弄，你个身上，他听到啥？没人。